果故事到最后，角色看起来成功或失落，但你说重点不在结果，而在角色变成了什么。如果他从头到尾都一样，只是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那样也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角色形象。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，这被称为认知的转变，不是情绪起伏，而是理解世界方式的改变。到了现代编剧理论里， Blake Snyder 与 Robert McKee 将它明确定义为角色从错误信念走向理解或毁灭的过程。角色一开始必须相信一句话，一个对世界的解释，当然这个解释其实是错的，这个错误性会证明他的选择与行动。故事中的事件不是奖励它，而是一次次测试拆解它。角色弧线不是变好变坏，而是理解被改写。当原本相信的那句话再也唱不出未来，如果最后的行动证明他真的懂了，角色弧线才算完成，故事才能真正结束。角色弧线不是变好变坏，而是理解被改写。当原本相信的那句话再也撑不住未来。想象一个角色始终相信一句话，只要我够努力，世界就一定公平。但故事里一次又一次他的努力被忽视被利用，每个事件都在质问他，这个信念还能不能用？最后他必须重新定义成功、尊严与自我价值，不是外在世界忽然改变，而是角色内在转向。当行动不再来自就有信念，弧线才真正走完。观众不是因为结局感动，而是因为一路看见主角怎么一步一步被逼到必须理解真相。我现在终于理解，角色不是被时间推着走，而是被自己的信念一步一步逼到改变的路口。以后我写角色会先问一个问题，他一开始相信的是什么？故事要怎么证明那是错的？